嚟啦喂，開始啦！大家好，歡迎嚟到道聽途書，我係阿姐。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反脆弱呢本書嘅核心係教我哋點樣喺混亂同不確定中揾到機會，甚至變得更強大。想知點樣喺混亂中逆風翻盤？咁就記得聽到尾啦。呢本書嘅作者係 Nicholas Taylor， 黑天鵝都係佢寫嘅。佢專注研究不確定性同風險問題，俾咗我哋好多好有用嘅啟發。咩係反脆弱？作者喺書入邊講咗3種系統，包括脆弱、強韌同反脆弱。脆弱就好似玻璃咁，一跌就碎。譬如我哋過度依賴單一收入來源，市場一變就會好容易出事。第二係強韌，好似鋼鐵咁，跌咗雖然唔會爛，但亦都唔會進步或者變得更強。而第三反脆弱就好特別，佢唔單止能夠承受壓力，仲可以從中獲益，變得更強。就好似我哋嘅肌肉，越鍛煉就越強壯，又或者係免疫系統，感染之後對病毒就更加有抵抗力。反脆弱嘅核心係喺面對混亂同壓力中唔會崩潰，反而可以因挑戰而成長。就好似尼采咁講，殺不死我的，終使我更強大。What doesn't kill me make me stronger。作者總結咗幾個反脆弱嘅核心概念。第一係擁抱不確定性，世界充滿隨機性，未來無法完全預測，所以要學識擁抱挑戰同埋適應變化。第二係從波動中獲益，壓力、失敗同挑戰好多時候都係成長嘅機會。第三係分散風險，增大收益，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一個籃子裏邊。多樣性同勇於能夠俾我哋更大嘅安全感，同時可以捉住更多嘅機會。作者亦提出咗3個反脆弱嘅關鍵策略。第一係槓鈴策略，呢個策略係將資源分配到2個極端，一邊係超級安全，例如係穩定嘅收入同埋生活，而另一邊就係高風險高回報，例如嘗試一啲新嘅項目或者新嘅投資機會，咁即使失敗都唔會影響整體嘅局面。第二係小賭注快速試錯，與其一次性壓上全部，不如喺小規模嘅實驗中快速試錯。例如創業嗰陣時，可以先推出一個小嘅產品，測試市場反應，根據結果再調整方向。第三係冗餘同靈活性，留有餘地，例如備用資金、時間或者資源，避免被單一因素影響。靈活性可以令你即時調整計劃，從意外中揾到機會。最後總結一下書本嘅幾個重點。第一係擁抱不確定性，混亂唔係敵人，而係機會。學識喺混亂中揾到價值。第二係從壓力中成長，唔好迴避挑戰，等自己成為一個反脆弱嘅人。希望今日分享幫到大家可以更好應對生活中嘅不確定性，成為一個真正嘅反脆弱者。大家不妨主動嘗試新嘅事物，接受失敗，記得分散風險，唔好俾單一事件毀壞整體。利用壓力同埋挑戰，令自己變得更加強大。到咗評分環節嘅時間啦。作者嘅寫作風格偏學術性，部分章節充滿哲學討論，加上全書篇幅較長，對一般讀者嚟講可能會有啲艱辛，所以易讀程度我會俾3粒星。而書中嘅概念都非常實用，特別適合應用喺個人成長、投資理財同創業方面，所以實用程度我會俾4粒星，綜合圖書度我會俾4粒星。或者4星誠意推介反脆弱。無論你想喺生活、工作或者投資中應對不確定性，呢本書都係一個好好嘅啟發。今次分享到呢度啦，留言分享你嘅睇法，加入道聽途書說書會，一齊睇更多好書分享。依家除咗 YouTube 頻道可以睇到影片分享外，大家仲可以喺 YouTube Music、Spotify 同 Apple 上邊聽到道聽途書嘅 Podcast。如果你中意我嘅分享，記得 Subscribe、Comment、Like、Share 同撳埋鐘仔啊！Stay tuned，下條片再見啦，拜拜。